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探讨讲台湾人咧讲话真够加强口气。我定定咧讲明明就两字，伊要甲加油加醋，甲变做四字，啊，是安那四字较好记呢？你想讲社会有一款人，双面刀鬼，对这个讲一款话，对迄个讲迄款话，吼，变来变去拢伊的话。人有一句成语咧形容，就是讲叫做塞鬼弄蛇。国情啊，那即句吼，敢若看到鬼甲蛇嘛，感觉足恐怖的。即句真重真咸的话，无毋对。咱一般袂讲伫生活中去形容讲你的朋友讲外交讲塞鬼弄蛇，就要一定互你家己插起啊！讲即个真正小人，咱才会讲伊塞鬼弄蛇啊！这原来两字变四字的，你敢知？两字倒两字，啊，就头拄啊，国情伫咧讲的啊，塞甲拢同词，塞拢，四季讲塞拢。安尼即两字后壁佮甲踏一个鬼，踏一个蛇，就去加强口气，变做成语，变做塞鬼弄蛇。哦，对啦。啊，若真够塞鬼弄蛇的人，代志一个拄着啊，咱就爱了解呢。了解讲，专门掠猫仔过河灯，伊若要得利益，你毋通吼偏啊，互伊扛过牵咧行，犹在伊烧圆地边，你敢知？国情啊，即句原来成语上，即句毋是原来成语尔，即句原来两字改做四字，原来动词就去天的，敢有影？啊，想嘛知，烧甲地拢嘛动词。有影呢？台湾人真够想即个成语呢。若圆的就要用个烧音，啊，若扁的就要用钉，大力甲钉落就扁啊。代志拢犹在伊咧撬的，犹在伊咧煽动，犹在伊咧搬弄的，安尼叫做烧圆钉扁啦。国情啊，真正台湾人咧想即个成语。国情头拄我伫咧讲的，讲加强口气，有影毋是无影咧。啊，若无用动词，用形容词的咧，原来有哦。头拄我咧讲即个小人，你讲即个专门要得家己的利益。损人利己的代志，伊要做的。若讲一个较直底，即款人就是歹心毒性嘛。哦，对，歹甲毒，这真正拢形容词咧。歹心毒性，即个心就是心肝嘛。啊，毒性的性就是啥？一个人的品性，一个人的德行嘛。所以若形容讲即个人歹心毒性，即个话就真歹听。啊嘛是台湾人有才调去写，有才调去读。嗰种头拄我咧讲的，本来是两字的。形容词也好，动词也好，你甲加强口气，甲补充落去，变做四字的成语，人就愈好去，人就愈有法度了解伊要表达的意思啦。